喺上一年2025年，金價升幅超過60%，仲創出過超過50次嘅歷史新高。而去到今年1月，現貨金價更加一度衝破每盎司5500美元。雖然之後曾經回落，但係金價仍然處於歷史嘅高水平。人類偏偏咁中意黃金，當然有好多實際原因㗎啦。例如黃金咧就係罕有金屬啦，唔容易生鏽，亦都咧容易被加工。而且更加重要就係黃金喺幾千年以嚟都俾人視為財富同埋權力嘅象徵。但係黃金最標誌性嘅特徵咧，始終咧都係佢獨有嘅金黃色。如果大家再望一下其他金屬，例如銀啊、鋁、白金、鐵等等咧，大部分都係銀白色或者銀灰色嘅。咁點解偏偏黃金會係金黃色嘅呢？咁呢條片咧，我就試下由光、量子力學、相對論解釋一下點解黃金嘅顏色竟然同愛因斯坦嘅理論係有關。By the way，如果你對呢一類用廣東話講解物理知識嘅影片有興趣咧，不妨考慮 subscribe。我之後咧會繼續抽時間咧做呢一類片嘅。要了解黃金點解係呈現金黃色咧，我哋首先要理解一下一件物件點解會有顏色。我哋平時所講嘅白色光，例如太陽光或者白色燈光，其實咧就唔係單一種光嚟嘅。白光入面咧就係包含咗唔同波長、唔同顏色嘅可見光，由波長比較短嘅紫光、藍光，一路去到綠光啊、黃色啊、橙色啦，波長比較長嘅光。咁當然啦，光咧其實咧係一個連續嘅電磁波譜嚟嘅。我哋所謂唔同顏色咧，只係人眼對唔同頻率或者唔同波長可見光嘅感覺嚟嘅啫。而當白色光照亮一件物件咧，大致上咧就可能出現幾個可能性啦。第一，一部分光咧就可能穿過嗰件物件啦。第二，一部分光咧就可能俾嗰件物件所吸收。咁第三就係一部分嘅光咧就會俾嗰件物件反射翻出嚟。咁對於一件唔係透明嘅物件嚟講咧，我哋見到佢嘅顏色咧，主要咧就係取決於邊啲光可以反射翻入去我哋對眼啦。咁例如一件白色物件啦，會比較平均咁樣反射各種唔同顏色嘅可見光；而一件黑色嘅物件咧，就係會吸收大部分嘅可見光；而一件紅色嘅物件咧，就係會較多反射紅色光，同時間吸收比較多其他嘅顏色嘅。咁大部分金屬咧都係相對有效，而且比較平均咁樣咧反射各種唔同嘅可見光。咁所以咧，我哋見到佢哋咧就係銀白色啦。咁銀咧就係一個典型例子啦。但係黃金咧就唔同嘅，黃金對於紅光啊、橙光、黃光呢一類咧波長比較長嘅可見光嘅反射率咧就係非常之高。但係去到綠色嗰邊咧，短波長嗰邊，例如藍色、紫色附近咧，咁反射率咧就係明顯下降㗎啦。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就係黃金咧就會吸收比較多藍色、紫色光，咁結果反射翻入去我哋對眼嘅光咧就會偏向咗黃橙色。咁所以黃金係黃色咧，最直接嘅答案就係黃金選擇性咁樣吸收咗一部分較短波長嘅可見光，尤其係藍光同紫光。但係下一個問題就係一件金屬點解可以選擇性吸收某種顏色嘅光嘅咧？要去解答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就要對光嘅特性咧了解多少少啦。咁喺經典物理入面咧，光咧通常咧就係理解成為電磁波啦。但係去到原子或者電子呢一啲比較細嘅尺度咧，單靠波呢一個圖像咧就唔足夠嘅。咁量子物理就話俾我哋知咧，光嘅能量咧其實係一份一份咁樣傳遞嘅。咁每一份咧就係叫做一粒光子啦，而每一粒光子所帶嘅能量 E 咧，同佢嘅頻率 F 咧就係成正比嘅。咁數學上咧，我哋可以寫出呢條公式啦。而頻率同埋波長呢度咧，我就用希臘字母 lambda 去表示啦，亦都咧有一個數學關係嘅。咁喺呢條式入面咧，個 C 咧就係代表喺真空下面光速啦。咁我哋將上面呢兩條式合埋一齊咧，就會得到以下呢條公式：E 等於 hc 除以 lambda。咁所以咧，光嘅波長越短咧，每一粒光子嘅能量咧，其實咧就越高。咁紫光同埋藍光因為波長咧就較短啊嘛，咁所以對應咧每一粒光子嘅能量咧就係較高。咁紅色光咧波長咧就係較長噶嘛，咁所以咧對應光子嘅能量咧就係較低。咁為咗方便咧，我哋做原子物理或者固態物理嘅時候咧，我哋咧去計嗰個能量咧，就唔係用開我哋平時嗰個焦耳咁去做嘅。咁咧我哋就係用第二個單位叫做電子伏特 （electron volt）。咁咧我哋簡寫咧就係 EV。咁咧就有一條咧非常之方便嘅換算公式。咁我呢度俾埋大家睇睇啊。咁舉個例啊，如果個波長大約係450納米嘅藍色光咧，
咁每一粒光子嘅能量咧，大約咧就係2.76 eV。咁如果咧波長已經去到650納米嘅紅色光咧，咁個光子能量咧其實咧就跌到落去咧大約得1.9個 eV。咁所以可見光嘅光子能量咧，大概咧就係介乎係1.7去到3.1個 eV 左右啦。咁你記住呢組數字喎，陣間咧就會用得着嘅。咁點解電子可以吸收光子嘅咧？咁呢度咧就要講少少原子嘅結構，同埋咧深入少少嘅量子力學啦。原子入面咧就有帶正電嘅原子核，同埋咧帶負電嘅電子。不過電子咧就唔係好似行星一樣，沿住一條固定嘅軌道繞住嗰粒原子核咧咁樣運行嘅。喺量子力學入面咧，我哋要用到一個叫做波函數 （wave function） 去描述咧電子嘅狀態。呢一個波函數就唔係直接話俾我哋知電子沿住邊一條路咁樣行，而係話俾我哋知喺原子附近唔同嘅位置揾到電子嘅可能性有幾大。由波函數描述嘅一個電子狀態咧，我哋通常會叫做 atomic orbital。咁所以呢一堆 orbitals 咧就唔係電子行過嘅軌道，而係一種由量子力學容許出嚟嘅電子狀態。咁每一種 orbital 咧都有特定嘅能量嘅，同埋特定嘅空間分佈。咁大家讀化學嘅時候咧，就可能聽過嗰啲咩1s、2s、2p、3s、3p、3d 呢一堆嘢啦。咁咧粗略嚟講咧，前面個數字咧，例如嗰啲1、2、3，大致上就係代表電子所處嘅主要能量層。一般嚟講啦，數字越大，電子同埋原子核嘅平均距離咧就越遠，能量咧亦都越高。不過呢度講清楚啊，係一般嚟講啊。如果大家讀過化學咧，你都知道4s 同埋3d 咧就係好接近嘅個能量。咁後面嗰堆字母 s、p、d 就係代表嗰個 orbitals 具有唔同嘅形狀。再精確少少講啦，個角動量嘅性質。咁例如 s orbital 咧，大致咧就好似一個波咁嘅。咁 p orbital 咧就有方向性啦，通常咧畫出嚟咧就好似咧兩個花瓣咁樣啦。咁 d orbital 嘅形狀咧就更加複雜啦。不過呢一度咧最重要咧就唔係記住晒佢哋每一種嘅形狀，而係咧希望你有一個概念，就係量子力學唔容許電子隨便咁樣擁有任何嘅能量嘅，而只係容許咧佢哋處於一組特定嘅 orbitals。而呢一啲 orbital 所對應嘅能量，就係我哋之後會所講到嘅叫做 energy levels，中文咧叫做能級。咁咧你可以想像成咧呢啲能級就係一條樓梯咁樣啦。咁一個人企喺樓梯上面咧，只可以企喺某一級嘅啫嘛，唔可以穩定咁樣漂浮喺兩級樓梯之間啦。咁同樣道理啦，電子咧可以處於較低能量嘅狀態，但係有時咧都可以跳上去咧較高能量嘅狀態嘅。但係呢兩個狀態之間咧就會有一個特定嘅能量差啦。咁不過咧，一粒原子咧，通常就會有好多電子嘅。咁係咪代表佢哋全部都可以被塞入去最低能量嘅1s orbital 咧？個答案咧係唔得嘅，因為電子咧就要遵從一條非常之重要嘅量子規則，叫做 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 中文咧叫做泡利不相容原理。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同一粒原子入面唔可以有兩粒電子同時處於同一個量子狀態。咁對於一個 orbital 嚟講咧，最多只可以容納兩粒電子，而且呢兩粒電子嘅自旋個方向要相反。咁所以咧1s orbital 咧最多只可以放兩粒電子，咁2s orbital 咧同樣道理，最多咧都只可以放兩粒電子。咁2p orbital 咧就複雜少少，因為咧佢包括咗3個唔同嘅方向嘅 orbitals，咁所以咧總共咧就可以放3×2，6粒電子。而 d orbital 咧其實咧就有5款嘅，所以咧最後咧就可以放10粒電子啦。咁當嗰啲低能量嘅 orbitals 填滿晒之後咧，其他電子就要被放入去較高能量嘅 orbitals。咁所以咧唔同元素就會有唔同嘅電子排列。咁例如氫氣咧就得一粒電子，咁所以咧最低嘅能量擺法咧就係將佢塞落去1s 咯。咁氦氣 helium 就兩粒電子，所以咧個1s orbital 就會放晒兩粒電子。一粒個自旋就係向上，另一粒個自旋就係向下，咁所以咧就有我哋所謂個1s2啦。咁之後嗰堆元素電子就會慢慢咁填嗰堆 2s、2p 一路上一路上，咁去到黃金咧，原子入面咧就已經有79粒電子，咁所以咧就會填咗入去好多層 s 啊、p 啊、d 啊，去到 f 啊 orbital 呢啲。咁去到黃金最外層嘅相關電子排列咧，我哋通常就會簡化成呢一個樣啦。咁呢條式咧就唔需要全部去記住，
最重要嘅咧就係見到黃金咧有一組已經填滿咗嘅5D orbital 嘅電子，同埋仲有一粒主要具有6s orbital 特徵嘅外層電子，而呢兩層即係5D 同埋6s 狀態嘅電子咧，正正就係同黃金吸收可見光咧係有關嘅啦。咁點解電子會吸呢啲光子嘅咧？嗱，你假設一粒電子本身咧就係處於一個較低能量嘅狀態啦，咁上面咧就有一個未被佔據，而且咧量子力學容許佢可以跳入去較高嘅能量狀態。如果嗰兩個狀態之間，舉個例啊，係2.5個 eV，而且你打個光落去，所對應嘅光子帶有嘅能量亦都大約係2.5個 eV，咁呢一粒電子咧就有機會食咗呢粒光子，攞咗佢嘅能量，從而咧就跳上一個較高能量嘅狀態啦。不過咧，單靠能量相等咧，就唔代表每一次咁樣跳咧都係會發生嘅喎，因為量子力學入面咧仲有一啲叫做 selection rules，即係所謂嘅跳躍規則。去決定咧某一啲電子嘅跳躍咧就係比較容易，某一啲咧就非常之弱，甚至乎咧就唔容許嘅。但係呢一啲規則咧，我哋咧呢一條片唔需要咧去深究，只要你記住物質吸收邊一種顏色嘅光，主要就係取決於電子由邊一啲已經被佔據嘅狀態，可以跳去邊一啲未被佔據嘅狀態，以及兩者之間相差能量有幾大。不過咧，如果我哋講到成件黃金咧，其實個故事咧就比單一粒黃金嘅原子咧係複雜好多嘅，因為一件金屬咧入面咧就係咧涉及到極多原子去排列出嚟噶嘛。咁咧，所以咧，如果你淨係睇一粒孤獨嘅黃金原子咧，咁我哋頭先提過啦，佢咧就會有相對分明嘅 atomic orbitals 啦，例如嗰啲咩5D 啊、6s 左右。但係當大量黃金原子走埋一齊咧，咁會發生啲咩事咧？就係佢哋原先嗰啲電子嘅波函數咧就會開始互相重疊。咁原本相同嘅能級咧，就會分裂成一系列稍為唔同嘅能級。假設啦，有兩粒原子，一條原子能級就可能分裂成兩條。如果有10粒原子咧，咁一條本來嘅原子能級咧，就會分裂成更加多條能量非常之接近嘅能級。咁你諗下咯，一件金屬入面原子嘅數目係可以好大噶嘛，去到10嘅23次方，即係1後面有23個零咁多粒。咁多能級密集到點樣裂法咧？就會咧裂成咧好似一段段咁樣。咁咧我哋咧就叫呢啲做 energy bands，中文咧叫做能帶。咁所以咧對於固體嘅黃金嚟講咧，我哋唔應該再將佢想像成為一粒電子，由一條孤立嘅5D 嘅能級跳上一條孤立嘅6s 能級。更加準確嘅講法係咧，黃金入面咧係有一組主要具有5D 電子特徵，而且大部分已經被電子佔據嘅能帶。而上面咧亦都有一組主要具有6s 同6p 特徵，但係咧就未被佔據嘅狀態。咁咧，當你射入去嗰啲光子能量夠咧，而且咧呢個跳躍亦都符合咧量子力學嘅規則咧，咁嗰堆電子就會由較低嘅5D 相關嘅能帶跳上去咧一個較高嘅能帶，例如6s 啊或者6p。咁咧光子原本嘅能量咧就會俾啲電子吸收啦。咁所以相應波長嘅光咧個反射率咪下降咗咯，因為咧吸收咗啦嘛。咁呢個過程咧，我哋咧英文叫做 interband transition。咁咧就係咧能帶同能帶之間嘅電子跳躍啦。而黃金嘅金黃色咧，正正就係同呢個跳躍咧所需要嘅最低嘅能量咧係有關嘅。咁點解銀係銀白色嘅咧？其實銀同埋黃金喺元素周期表入面咧，算係屬於同一族嘅。佢哋嘅電子結構咧，亦都相當相似。但係喺銀入面咧，由較低嘅 D 相關能帶跳上去較高嘅導電能帶，所需要嘅光子能量就係比較高嘅。落入去嗰個範圍咧，其實咧就喺紫外線嗰個範圍。咁紫外線嘅波長比可見嘅紫色光更加短，咁所以我哋人眼咧就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咧銀咧雖然咧就會吸收紫外線，但係對於大部分嘅可見光咧，仍然係保持好高嘅反射性。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平均嘅反射率對於紅光、綠光、藍光喺銀呢個情況底下咧，其實咧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對眼收到嘅咪就係唔同可見光嘅光波咯。咁加埋啦，睇落咧就係銀白色啦。咁其實如果我哋咧用一個完全唔包含相對論嘅量子力學計算咧，其實黃金咧都係咧會出現類似嘅情況。咁咧有一項計算就顯示咧，如果我哋真係完全唔考慮相對論現象咧，黃金嘅能帶跳躍嘅開始嘅門檻咧，大概就係落喺3.5個 eV。
而3.5個 EV 對應嘅波長咧，大概就係354個納米。咁354個納米咧，其實已經係短過一般人可以見到嘅紫色光，亦都係屬於所謂嘅紫外線範圍。咁換句説話嚟講啊，如果黃金係完全冇相對論嘅修正，咁相關嘅吸收咧，主要咧都係留喺紫外線範圍，而唔會強烈影響咧可見光呢個範圍。咁咧，亦都個情況就好似銀咁啦。我哋咧應該會覺得黃金咧其實係呈現銀色嘅。咁點解研究黃金嘅時候，嗰堆電子能級同埋電子能帶，我哋咧就要需要用到相對論呢？因為黃金嘅原子序數 atomic number 係79，即係話每一粒黃金嘅原子核入面係有79粒質子，而原子核就係帶正電，咁電子就係帶負電，咁所以原子核咧就會用個電力咧吸引住堆電子，而當呢個質子嘅數目越多，原子核嘅正電荷就當然越大啦。咁比較接近原子核嘅電子咧，就會感受到極之強嘅電場。而喺黃金呢一類我哋叫做重元素入面咧，部分電子咧係可以有非常之高嘅動量。而一個常見嘅粗略估算咧，就係話咧黃金最內層嗰堆電子咧嘅有效速度咧，竟然係可以去到光速嘅60%嘅。咁但係呢度要留意啊，量子力學入面嘅電子，頭先講過啦，就唔係真係沿住固定嘅軌道或者圓形嘅軌道咁樣喐噶嘛。咁頭先我俾出嚟嗰個速度嘅數字，只係用嚟表達對於黃金呢一類重嘅元素咧，相對論嘅效應咧，就已經係非常之明顯，唔可以咧再被忽略噶啦。咁平時我哋處理速度遠低於光速嘅物件，通常就可以就咁用普通嘅牛頓定律啦。咁同樣處理一啲比較輕嘅原子，例如氫氣啊、氦氣啊、lithium 嗰堆咧，咁你用唔涉及到相對論嘅量子力學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準確。但係如果當有啲電子受到一個比較重嘅原子核嘅強烈吸引咧，咁相對論嘅效應咧就會顯著改變咗電子嘅狀態、佢哋嘅能量同埋個空間分佈。而黃金入面最重要改變之一咧，就係嗰堆6s orbital 嘅電子會出現所謂嘅 relativistic contraction，即係咧相對論性嘅收縮。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呢一堆6s orbital 嘅電子分佈咧，會比起你唔用相對論預測出嚟嘅咧，係其實咧係更加近嗰粒原子核，而相關嘅能量咧，亦都會有所下降，變得咧更加穩定。但係同一時間咧，其他電子嘅狀態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嘅喎。咁咧，亦都會令到咧嗰堆5D orbital 所相關嘅能帶嘅位置啊，同埋分佈咧，亦都發生改變。咁呢度咧，我哋唔需要記住每一條軌道嗰個能量究竟升咗幾多、跌咗幾多。最重要個結果其實就係咧，主要具有5D 特徵已經被佔據嗰堆能帶，同埋上面嗰堆6S 啊、6P 特徵嗰堆導電嘅能帶，兩者之間嘅有效嘅能量差距，因為呢堆相對論嘅效應咧，就會被顯著縮細。咁頭先都講過啦，用唔涉及相對論嘅計算得出嚟嗰個5D 同埋6S 能帶之間嘅跳躍所需要嘅能量，大約至少咧就係3.5個 EV。咁呢一個能量咧對應嘅波長咧就係354個納米，咁咧就係屬於紫外線嘅範圍。咁咧當你加入相對論嘅修正之後咧，同一項嘅計算得出嚟所需最低嘅能量咧就會降到落去咧1.9個 EV 左右。咁當然啦，實際黃金嘅光學反射同埋吸收咧就唔係咁簡單，因為啱啱提到啦，固體入面咧就應該用咧能帶呢一個概念，咁所以啱啱提出嚟個1.9 EV 就唔應該被理解成為黃金咧只會吸收能量啱啱好係1.9 EV 嘅光子，更加合理嘅理解係咧，其實相對論效應咧就將原本主要位於紫外線範圍嘅能帶嘅跳躍，可以將佢大幅咧推入去可見光嘅範圍啦。咁正因為咁咧，當去到大約2.3 EV 附近咧，即係對應波長大約為539納米嘅光咧，黃金嘅反射特性咧已經開始有明顯嘅改變。而當你行到去2.5至2.8個 EV，咁呢一度咧嘅能量咧就對應500去到440納米嘅光啦。咁咧你就入咗去咧藍色啊、綠色光嘅可見範圍啦。咁所以更加準確嘅講法咧，就係黃金對於短波長一側，即係咧藍光啊、紫光呢一堆咧，咁個反射能力咧就係明顯下降。但係對於紅光、橙光同埋黃色光，仍然保留住一個比較強烈嘅反射率嘅。咁所以最後反射到入去我哋對眼嘅光，
咪就係偏向暖黃色咯。咁呢個正正就係點解黃金睇落去咧係呈現金黃色啦。咁呢度俾個總結啦，我哋成日以為相對論咧，只會喺太空船接近光速，或者喺粒子加速器啊，甚至乎係黑洞呢一類系統咧，先會出現嘅啫。但係其實咧，當你每次望住一隻金戒指、一條金鏈，甚至係望住新聞入面報嘅金價咧，其實咧都係等於望緊相對論留低嘅痕跡嘅。不過呢度咧，我都奉勸你一句，下次當你太太話要買金器以作結婚擺酒之用嘅時候咧，你都係乖乖地就範，而唔係同佢解釋相對論。咁樣咧就應該會比較安全啲，令到你咧唔使咁快咧去見愛因斯坦。如果你中意呢一條片咧，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出去啦。咁咧有咩物理問題啊，或者咧想吹下水咧，都歡迎 comment 講低嘅。咁如果你想傾足球嘅咧，就可以去翻吹水台嗰邊。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啦。